有一位高级老师已经是第4届考调这屏东科技大学兽医系，却拢无来读。教授也认为讲，正做一个老师呢，共占亏使用资源，说是无要来读，安尼是唔对的。不过，这位高级老师已经表示讲，有向屏科大申请保留学籍。大学生后礼拜就准备要开学啊！屏东科技大学兽医系今年录取的名单内底，有一位内部农工姓张的老师，伊考调兽医系4摆，却拢无办入学的手续，无来读册。屏科大兽医系教授真不满，兽医系主任林昭南表示，这几年兽医系不止啊抢市，屏科大逐年30个名额，保留予高中一个学生登记的，就简单10个名。考试是他的权益，但是他一旦去分发上了没来念，影响的就是后面的落榜头了。而且这种分发是没有备取的。据我所知，有人考5次只是连考都考不上，但是却有人这样子考上又不来念，这个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不应该啦。目前国内简单4间大学有兽医系，其中屏科大是唯一一间开放予高中职学生用统测来报考。张老师是对103学年、101学年，还有112甲113学年4摆拢有考调，却拢无来读，就占一个名额去啊！实际去到内部农工向张老师纠正，学校代替伊发声明稿，表示老师平常时教册真认真，已经向屏科大申请保留学籍。不过问到想怎要来考试，还有什么时阵拍算要去读，伊拢无回应。其实他考得上也算是他厉害这样，但是他不来念的话，真的就是让学生啊跟校方都蛮困扰的。这几年因为动物伴哪来哪济，兽医师的需求嘛对咧增加。林昭南主任嘛表示，兽医系需要5档来学习专业知识，才会当参加国家考试，正做合格的兽医。希望录取的学生拢会当登记入学，做回来学习。记者邱昭荣，屏东报道。